TechCanto 第102集嚟啦！今日睇下 Travelers 用 OpenAI 搞 AI 索償助手 ，Alphabet 為 AI 集資850億打破紀錄，黑客靠 Meta AI 聊天機器人瞓低 Instagram 賬號，同埋一款熱門開發工具暗藏惡意代碼。買保險索償成個頭大，而家 AI 幫你搞掂。Travelers 同 OpenAI 合作搞出 AI 索償助手，24小時唔停機，帶你一步步搞掂程序，真係方便到飛起。以後索償唔使等 ，AI 客服真係夠大名。市場信唔信 AI？850億美元話你知 ，Alphabet 線靠 AI 就集到850億美金，打破歷史紀錄，證明資本市場對人工智能嘅信心真係爆燈。呢個金額真係嚇死人 ，AI 軍備競賽越嚟越勁。無釣魚連結都中伏 ，AI 客服變黑客幫手。黑客竟然靠 Meta 嘅 AI 聊天機器人，直接瞓低 Instagram 大 V 賬號，連個釣魚連結都唔使發。科技越發達，漏洞越多，賬號安全真係要當心。每周下載29000嘅開發工具，暗藏殺機。有個看似正規嘅 OpenAI Codex 工具包，每周下載量達29000，結果暗藏惡意代碼，開發者要小心。開完社區水深。下載第三方套件前一定要檢查清楚。科技發展一日千里，方便同風險總係並行。大家用 AI 嘅時候記得留個心機，保護好個人數據同開發環境。我哋下集再見。